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好多香港人呢中意講識人好過識字，以阿木喺職場呢30年嘅經驗呢句話可以講非常之貼地，亦都係非常之有用。大家有冇發現喺日常生活之中遇過好多呢啲情景？例如呢，老一輩嘅要靠朋友介紹先至入到行。某某明星要打盡人情牌先可以完成自己套戲，甚至咧讀書嘅時候，老師或者校長嗰封推薦信，可能都對於升學好有影響。咁樣反映出識人好過識字呢個道理。近年經濟差咗，失業率又高，呢句話識人好過識字就變得非常之有用。甚至乎呢係某啲人嘅救命草。最常見嘅例子就係一啲大公司裏面裁員嗰陣時候，你會發覺公司裁員時候揀嘅標準未必完全因為某個部門太多人，或者某啲人嘅人工太高，又或者表現唔好，反而係會發覺好多時候應該被摟嘅大熱門冇摟到出嚟。走嘅反而係一啲你冇諗過勤勤力力嘅同事，背後往往嘅原因就係嗰個大熱門喺公司比較活躍，識人比較多，人際關係比較好，尤其係同啲高層人士。而當公司開始計劃裁員嗰陣時，大熱門通常會比較早啲收到消息，所以呢，佢就會有機會同時間利用自己喺公司裏面嘅人脈，嘗試令到自己脫險。當然我唔可以話所有公司都係咁，但係近年發生呢個情況又真係比以前多咗好多。另一個情況就喺學校裏面，學生讀書嘅成績當然係最重要啦，但係如果去到重要嘅關口，例如小學六年班，當有幾個成績差唔多嘅同學同時間希望入到區內一間出名嘅中學，咁成功嘅機會就往往喺學生同老師或者同校長嘅關係身上。其實識人好過識字，意思上係被扭曲咗嘅。點解咁講？首先，識人呢個 terms 唔多唔少帶有負面嘅意思。其實識人係一門學問，亦都係知識嘅一部分。林木讀書嗰陣時，其中一科係 marketing， 即係市場學，而第一堂嘅主題就係人際關係。簡單啲咁講，人際關係同識人其實意思係一樣嘅。如果真係要去解釋識人好過識字，只可以話你對人際關係嘅知識比人強，而現今嘅社會上面呢一門嘅知識係比較有優勢，所以我唔會話識人好過識字係唔公平，只不過大家處於唔同嘅優勢。如果阿 A 做嘢叻，公事上做到100分，而公司覺得呢阿 B 比較容易溝通，更加適合而家公司嘅環境，所以裁員嗰陣時呢，就選擇咗阿 A 要離開，感覺上係唔公平。但諗深一層，唔公平嘅原因係因為大家覺得做嘢叻比人際關係更加重要。人類始終係群體嘅動物，所以識得投資喺人際關係上面，始終係有個優勢。當然要配合翻你自己嘅性格。咁去到 AI 嘅年代，情況會唔會改變呢？答案可以話係 AI 對件事會有影響。首先就係識人同識字之外，識得 AI 係另一個成功嘅因素。意思上係同一個職位裏面，如果大家嘅表現係差唔多，能力又差唔多，但對方呢，除咗人事比你強呢，如果佢仲要識埋 AI，咁你就大件事。
因為對方可以用 AI 將工作時間縮短，增加 efficiency， 甚至比你更快睇到件事上面嘅盲點而作出部署。如果你係一個人際關係比較弱嘅人，你更加要利用 AI 去增加競爭力，將工作做得更加好，分析得更加透徹，咁你先可以保持你嘅優勢。所以識 AI 點都好過唔識。社會永遠都係競爭嘅地方。以前要有人事，今日要有 AI， 其實本質上係一樣嘅，就等於你要揾食就要學多一門知識一樣。總括嚟講，林牧想帶出個 message 就係，知識永遠係最重要嘅，而人際關係同 AI 都係知識嘅一部分。如果可以加強呢兩方面嘅能力，將會對於你保住份工好有幫助，尤其係經濟環境差嘅時候。記住，世界上除咗愛，知識都係永恆嘅，而人際關係同 AI 都係知識嘅一部分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咁多先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話，麻煩你 subscribe、share 或者 like。下次再見。